啟德體育園開幕至今1個月，有附近嘅居民投訴場外活動噪音超標。有區議員希望日後舉辦活動嘅時候能夠改善，減低對居民嘅影響。國際七人欖球賽首次移師啟德體育園，仲開設七欖球迷村助慶。但距離主場館大約300米，呢一個私人屋苑高層單位，唔想上鏡化名 K 小姐嘅住戶就話狂歡聲變成佢嘅煩音。今次嘅噪音咧，主要係應該係源自戶外球迷村佢嘅音樂播放同埋舞台歌唱表演，因為佢哋比較多係重低音同埋有鼓聲嘅節拍。我係在家工作同埋我要上網課，咁就需要其實極度嘅專注力啦。咁其實我3米窗咧都聽到好大聲而震動嘅聲浪。本台以量度音量嘅手機程式，晏晝喺單位測試，多次錄得超過70分貝，即係環保署量度交通噪音嘅標準。有當區區議員就話，雖然環保署喺啟德體育園啟用之前多次做噪音測試都冇超標，但測試主要係主場館內活動發出嘅聲音，質疑冇考慮到場外嘅活動距離接近民居。即係可能你喺場館你搞一個主場館搞活動，你主辦方其實都要遵守，可能裏邊唔可以帶一啲某啲物品啦，或者可能某一啲嘅飲品入去場館裏邊，可能係一啲安全嘅原因。咁我覺得如果喺音量上邊咧，咁當然如果可以好似頭先所講嘅一啲嘅做法，可以去俾翻一啲即係叫 rules and regulations 咧，俾翻主辦方佢哋係跟從嘅話咧，其實第一活動會搞得好之餘咧，其實亦都可以改善到居民嘅一啲影響，咁先能夠真正做到咧與民同樂咯。張景芬話：稍後會喺區議會同相關嘅單位反映啟德體育園舉辦活動期間聲浪可能會影響到附近民居嘅問題，希望能夠得到改善。無線電視記者陳尚軒報導。